再来看台中北区的进化北路甲台德街路口，即马当咧做交通岛过路等待区的工程，不过就还未完工，这一礼拜就先互人弄2解。民众嘛质疑讲这设计问题，市府是表示又搁加强宣导，嘛会设告示牌，嘛提醒民众若是塞车，就应该爱加注意。 这台运输的车正准备要倒弯，不过拄则起步就直接去弄到庇护岛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这个所在是伫台中市北区的进化北路甲台德街口，正正伫进行庇护岛工程。不过11月头一礼拜就已经发生2件有记录的小龙庇护岛车祸，附近的民众认为讲，这设计可能是有问题。要做标示啊，没错，就是警示的部分的，因为它比较没有办法让人家去注意到它。 伊常常啊，你人弄较出去啊，为个较白目就去弄掉啊。警方讲，这路口的庇护岛工程也未做好，乌色甲黄色的这个警示线也未画起，行船线也搁有车道标线也拢还未定位，加上这开车的人无注意，所以讲才无小心去弄到庇护岛。驾驶如果提早转向，俗称的切西瓜，很容易因为 A 柱阻挡视线，无法及时注意到庇护岛或者是行人穿越道。 增大了事故的风险。等来到这个事故现场，庇护岛2边拢有真明显弄到分裂，顶面进行方向标志也弄啊规拢歪去。台中市府讲，完工进程会加强警示甲宣导，避免这个意外再来发生。将要再加强警示标志的辨识度与宣导。 市府也强调，庇护岛工程拢依照相关的规范，审查通过才设置。下礼拜就开始来进行这个穿越车道线这修复工程的施工画制。伫完工进程，民众也要多多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